我哋喺名古屋嘅犬山市出發，駕車大概60分鐘就可以嚟到馬龍宿。始建於1601年，係喺德川家康下令整備嘅役傳制度下誕生。呢度最繁盛嘅時候有多達50幾間嘅旅宿農屋，但係喺1873年役站制度廢除之後，馬龍宿曾經一度沒落。1976年大火甚至燒毀咗部分嘅建築，一直到1960年代，日本開展咗保存運動，令到呢個歷史悠久嘅馬龍宿得以再次展現喺我哋嘅眼前。木真馬龍清水屋資料館，呢間叫清水屋。小松屋，文豪嘅誕生地。展望堂，我哋行到去個展望堂度咯。哇，好靚啊！一個彎轉過嚟已經唔同晒。定係逢禮拜一休息嗰啲嚟㗎？唔係，今日又收啦。可能係逢星期一休息嗰啲嚟喎。馬龍宿全程都係一條上坡路，漫步喺馬龍宿嘅坡道上邊，時間仿佛被中山道上嘅風雪凍結咗。江戶時代嘅旅人曾經喺呢度卸下佢哋嘅行囊，而今日嘅我哋就踩住佢哋留低嘅影子。屋檐上嘅積雪係未曾融化嘅歷史，而藍天則係幕府時代役站町不曾改變嘅底色。哇，好大隻貓啊，好肥啊！呢個馬龍宿嘅女農屋，佢係木結構嘅砌入式結構，唔止係防雪嘅設計，更加係商人展示財力嘅櫥窗。我哋見到有好多黑褐色交錯嘅格仔窗，喺霧幕可能正係透露出販賣和紙同埋木真繪嘅燈火。哦，大馬屋係啊，呢間可以住宿嘅，佢哋有網頁可以 book。啊，好香啊！嗌個試下啦，350。豆沙、カスタード。はい、栗や粒あんカスタード、みんな栗は入ってます。はい、これは一部。これ OK、はい。
哦，唔係呢個係栗子餅，哦，栗子唔餅，係五平。就咁食啊！嗯嗯，OK 啊，唔係話好味嗰隻，但係 OK 嘅，幾鬆軟。有啲背光，嗯，中善屋，自家製嘅蕎麥麵。馬龍油果，有個都仲求其過我嘅事人喎。1960年嘅呢一場保存運動，要求電線地下化，而且現代嘅招牌全部都禁止進入，令到馬龍宿得以保存最純粹嘅日式美學。我哋今日仲可以喺呢度影到屋檐積雪同埋藍天構成嘅純粹幾何，咁又何嘗唔係一場跨越咗100年嘅美學抵抗呢？望一眼。好耐。嚇！呢度都有大坑屋。買啲蜜桃，呢個人嫁俾我喺嗰邊。知啊，會係啊。營業中。馬龍宿呢度除咗依舊保留住旅宿，而且依家亦都增加咗好多嘅小商店、小食店、咖啡館等等。喺冬日沐浴住和暖嘅陽光，喺呢度漫步散策，差唔多用咗2個鐘就行完咗呢一度。但係江湖嘅商人可能喺呢度用咗2日嘅時間去等待雪停。喺馬龍宿，每一個轉角都好似係時空嘅交疊，過去、現在
不停喺我哋嘅眼前、腦中反覆交疊。好天啊！今日馬龍宿可以通過一段徒步路線再去到棲龍宿，但係當日因為時間同埋季節性嘅問題，我哋就冇徒步去到棲龍宿。咁如果大家都必須要二選一嘅話，我就更加推薦大家嚟馬龍宿。因為馬龍宿嘅宿道呢相對長啲，而且呢亦都會更加多元化少少，更適合觀光嘅我哋。棲龍宿呢就其實比較短啲嘅。咁其實建築同埋風格各方面都比較相似。嗰度寫展望台啊！我哋一路漫步到去個觀景台，山下嘅小村莊，遠處嘅雪山，連綿交疊，形成咗一幅天然嘅畫卷。唔使太過奔波勞累，就可以喺呢度享受到登高望遠嘅神清氣爽之感。如果你都厭倦咗都市嘅快節奏，想要感受一場自然同歷史嘅碰撞，咁我真係好推薦大家可以嚟呢個馬龍宿。好啦，咁呢一期嘅視頻就先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